上怪異秘密結論無數，問最終的答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誰正預計着世事以後變幻結果？神已話過，在往後每事結局如風。當基督依照你話語，從天邊降臨，駕着雲彩。到世界的終點，誰正預計着世事以後變幻結果？話過在往後每事結局如風，當基督依照你話語，從天邊降臨，駕着雲彩。心一再仰望你，到永